来，阿斌啊，昨昏吼烧酒啉遐济，啉一杯仔烧茶，解一下酒咧。哦，你泡这茶哦，真香，啊，搁真顺，真好落啊！你唔甘嫌？可怜啦，啉的才来啉烧茶，要来解酒。若袂啉，咱就莫啉啦。无采人遐茶哦，无采人遐酒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的酒量会比我较好，就对。本来就较好，毋是讲我咧操蛋。那什么色地的酒，拢我水袂倒。我一捆啊，拢啉几十担拢无问题啦。安怎？哼，莫对啊怎啦？顶一遍王母娘娘伫咧做生日的时啊，咱规阵拢去互伊请。哈，当场吼上闹气的就是你啦。伫遐水甲安尼，啊，煞来共吐甲一世界，将王母娘娘的文床当作你的文床爬起来共滚，煞来搁叫吼出来见笑。你讲了喙焦袂？但迄摆王母娘娘做生日的时阵，请几啊百块倒呢，我逐道拢金透透呢。我若要认真算起来，上少嘛啉爱几啊百担，对无？迄名的怪我，迄个名的安尼讲，啊若讲烧酒，我绝对袂输你。哈，你的意思是讲要甲我教一个看卖就对？我袂输你啦，无可能输，要拼就来拼嘛。要教就来教。来呀！哎呦，好啊啦，啊，无啥物代志，咱两个咧讲啊，讲就搁搭起来。你安尼搭是毋是气氛加歹？啊，对咱大家也无啥物好处啊。啊，反正我袂输你啦。我嘛袂输你啦。啊，要拼即马现赶出来啦。要紧啊，要来啊！啊，要拼来拼。好啦。什么呀？这了。哎，仙哥。点名。人叫伊点名讲。你两个快，其他的。哥哥啊，哥哥啊，我咧甲你叫你下面啦。我袂用开嘴啊，你叫阮点名。啊，这所在你下你上大，我来尊重你。好啊，拄啊，你别安尼歹静静，我要来甲开嘴。你甲伊两个无共，你会晓讲话。哦，我会晓开口呀，较早讲的，我禁条嘛足艰苦了。啥物代志啦？啊，拢无暗号的消息呢。哦，就上主甲高脑出去找啊啦，啊找到即摆嘛毋知找了安怎。哎，哥哥啊，我看吼，你也出去斗找啦，免咧大家拢坐咧遮咧烦恼，吼。好啦，无我吼想说出来斗找看卖啊啦，吼。毋通安尼冤啦，哈。啊，若讲甲恁真两个吼，实在有影啦。啊，食敢咧大人大种啊，啊屁敢若囡仔同款，见面就答，啊咧冤来冤去，等即声也互气走啊！啊，逐个安尼害逐个安尼出去找，安尼敢对？啊，讲安尼来做才对。啊，但毋讲话，会到呢？快啦，你讲。啊，讲就讲嘛。迄阿豪会离家出走，会失踪去，嘛是伊有份啊。歹势，你莫搁牵拖对我遮来。伊若是会离开这个所在，根本这就是你造成的。迄天因为吼拿彩虹跳出来要甲阮两个讲和，要甲阮苦劝讲两个搁再恢复较早的感情，结果吼嘛是伊先出手要拍我，所以拿彩虹才感觉讲无面子，才会离开这个所在。阿豪啊嘛是有苦劝去啊，你嘛上款有出手啊，无伊来阮团伊来走，你嘛有份啊。你是凶手，我凶手，对，你咧主谋啦，你咧主嫌。你嫌了，这咯。好。吼，恁真是拢看我看不存在安尼啊？啊！恁即摆就讲我，拢甲我死出去！即摆伫冤家嘛是伊先冤起的哦，那该当爱出去的是伊，毋是我哦。啊，出去就出去啦！人咧讲吼，一生不容你好啦，对无？有我就无你啦，有你就无我啦。我看到你我就拄对无？规百岁啦，真正无伊无事。啊对，啊出去。袂用诶，我袂用去走。我若走吼，好诶，这是要安怎？安尼都无人通甲斗相共，伊无法度通成仙啊。安尼我袂用去走。哎呀！啊头拄仔毋是歪出去啊，啊即摆搁摇入来。
你这叫做查甫囝哟，讲话无算话，叫做口是心非，这款人就是小人。你甲我管遐济啊？迄何仙哥有讲过哦，这是因兜，也毋是恁兜啊。我要出去，你哪毋免出去？若要出去，共恁出来啊，对无？恁免甲管遐济啊。你两个想了不准我离开家。哦。第仔未找到阿和进前吼，想若落跑，我好先我都还好看。彩虹啊，彩虹诶，彩虹，彩虹啊，彩虹，彩虹诶！哎呦，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彩虹，彩虹啊！哎呦，上主啊，你嘛较拜托，找人就找你对个高底直直咧发啊！无啦，古董，你唔知影，咱这彩虹吼一向足爱民主的，我足惊伊走去自杀啦。哎呦，敢若要自杀，伊才着安尼走，互咱四界去追呢。伊就伫遐刀仔举起来自杀就好啊！你有够戆的呢？哦，安尼哦，我是讲，讲甲画卖啊，画看甲我印无啦。这个号啊吼，嘛是做爱民主的啦。我想吼，伊有若受气吼，先去眯起来，挑去互咱找啦。紧的啦，四界关过来找看卖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彩虹，彩虹的啊！好酒，这何仙姑吼所敬的这百花酒，安怎啉安怎好啉，啊，这个所在风景阁真水，会当在这个所在安啉酒，欣赏风景，确实一大享受。彩虹的啊！彩虹啊！古董，你看国父啊，家己一个人走伫遐啉酒。无，国舅啊，你即马咧创啥哈？君哦，啉烧酒看风景啊！啉烧酒看风景，大家为着彩虹啊代志安尼四界咧找，啊你家己一个一只咧享受，你安尼敢对得起大家是无？即个代志你也做会落。好啊好啊，莫安尼气喘喘，坐咧坐才讲吼，坐咧才讲。其实吼，君哦。我会坐咱这个所在啉烧酒有原因的啦。啊，你也知影哦，彩虹若是要离开咱这个所在，一定要为这经过。有啦，别条路嘛是有啦。也毋过别条路吼，拢嘛着爱安尼搬山过岭，迄路较歹行。啊，若无就是讲撩水过河。所以讲吼，彩虹也无遐戆，伊一定会为这过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国父，你这会直接等伊就对啦。啊，就明明讲知影彩虹啊，若走会对这条路过，一只长蛋就会使。啊，你都毋甲大家讲，害阮安尼两个四界从四界找，安尼画甲含闹都无声的。有影，上主啊，做伙坐，莫徛踮遐。吼，来，哦，我嘛真喙焦，我甲足喙焦的。无喏，你免讲我老干啦，我只不过是头壳较巧淡薄安尼啊。吼，啊，公倒转来啦，我敢对恁咧歹吼？你甲看，我知影你一定会找回遮来，杯仔我拢甲你传遍遍啊。吼，来。做伙食，做伙啉，哦，来，差不多。来，啉来啉。真正有香。来，食物件，哈。无啊，叫恁三个去找人，恁踮遮咧啉烧酒。无咯，仙姑啊，你毋是甲我讲过，要出去离开咱这个所在吼，只有这条路上好行。阮踮遮啉酒吼，就是咧等彩虹啊为遮行过啦。安尼袂绝对袂去走啥物啦，吼！来，啉。恁掠准讲阿和啊是3岁囡仔普通人，讲起来也是仙呢。伊若真是要离开遮哦，凊彩便者就会当天门驾舞，啉着就了袂着了。啊，伫遮敢有人？爱啉就爱啉，讲到遐尔啊多，赚到手鬼。哎呦，先主啊，莫受气啦！啊，咱阿豪啊要走，也无甲咱相识，啊，阮嘛找甲足忝的，是一只休困尔嘛。唉，对了，啊，先主啊，啊，你厝内啊，你放迄个洞边啊，甲迄个摆咧厝哦？对吼，仙姑啊，啊你安尼放因两个伫咧厝的，你毋惊因两个搁冤起来哦？恁安啦，我为厝的出来吼，我就甲因两个警告。伊两个谁若生冤吼，我就着啥。
即嘛拢无红滴啊，这个时阵上好，上好的机会，我来遐一个。奇怪，这个李托怪安尼鬼鬼祟祟，叶叶是要创啥戏啊？对你来看卖咧。姑娘，姑娘，伊是咧叫什么人姑娘啊？姑娘，即嘛拢无人啊啦，演出来啦。文公，嘿你叫我啊？嘿嘿，果然这个所在有妖怪。文公，喂你叫人出来有啥物代志？谁毋知影代志是安尼？啊，你毋是讲要作想要做先主啊？啊，即马我有一个足好的办法，互迄个仙姑吼，伊会心甘情愿来度化你。真是的哦！那你文公，你紧讲讲啦，你安那讲吼，我就安那做。安尼好，你的耳仔少啊，这个。李托怪，你在死啊吼！你敢挺成这个荷花精，你该死咯！哎呦，歹啊歹啊歹啊！本来这个李托怪呢，要这个莲花仙子呢来投靠这个做何仙姑啦，啊要何仙姑来甲度化。啊哪知影讲这李洞宾唔放这个莲花仙子这个妖精煞，但至少李托怪甲这李洞宾两个又要搁拼起来，爱知影结果，明仔载看你就知。